音控简大哥在吗？那个麻烦那个手麦9号开一下，谢谢。喂，我有。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日真欢喜来到圣殿，今仔是感恩节，咱带着好的心情，伫遮要敬拜。咱知，咱嘛相信上帝的恩典一定教育咱用，不管伫什么日子，上帝拢看顾照顾咱。请咱来献开圣诗178首，圣诗178。我爱上帝圣殿。咱唱第1节、第4节。来，我爱上帝圣殿，救主因更独显，你叫我多欢喜，要归谁知我必第4节。我爱的家音是，无论上帝主笔，希望天天信息，千赞救主胜利。请咱搁献开信息201首，救主疼痛的声。
201。本来求主听痛的声，我就欢喜来听。你呼我做你爱，救我做你性命。主，我来求你，我搭救过你，求你所来的宝贝，使我最好亲去。咱信息团练到这，请咱闭慢心来做今日的敬拜。凡事感谢，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内面按咱所定的旨意，所以恁无论做啥物，也是讲话，也是行代志，拢爱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伊感谢天父上帝，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请咱用信息来学罗上帝。请咱掀开圣诗178首，圣诗178首，阮爱上帝圣殿，请咱起立。
咱斗阵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使徒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凡事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灵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早前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是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掀开启应文，启应文28篇，信息后壁面，启应文28篇。启应文28篇，请咱斗阵来交读。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捌我。你对何方知我的念头？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深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即款的财物奇妙，我袂为测度。我要去打落闪避你的神。我若上天，你伫遐。我若天开清早的时，就若伫遐，你的手也要带我。我若讲黑暗要压看我，就黑暗也袂为压看我，互你无看见。黑暗暝亲像日时发光。上帝啊，你的意思对伫我到遮宝贝。我若要算伊比海较侪，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的全能跟智慧充满穹苍大地。你以恩惠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程都滴下油脂。主啊，你的慈爱信实是我们生命中最坚固的保障。我们聚在你所设立的至圣所中，不是因为我们行有益的行为，而是单单为着你那测不透的恩典，我们真该向你恭敬敬拜。主，我们感谢你赐下各项丰盛，喂养我们的生命。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将我们从罪中救出，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与永恒的盼望。感谢圣灵引导与安慰，使我们在世上行走不致迷失。感谢你过去1年里，无论高山或是低谷，你的手始终不曾离开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数算你的恩典的同时也看见自己对你的亏欠。
我们常常将你所赐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忘记凡事感谢。求你教导我们学会知足、感恩，将感恩化为爱，并热心服侍。我们将今天的敬拜、奉献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愿我们不只在今天的感恩，而是每天活出感谢的生命。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愿一切颂赞、荣耀和感谢都归给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诗班要用我心充满无限的感恩，带咱来阿罗上帝。我心充满无限的感恩。Thank you.
咱三甲来掀开圣经。今仔日所要看的圣经是伫以斯拉记6章19节到22节，旧约圣经以斯拉记6章19节到22节，咱就无后壁面嘛有。今天是合堂，所以我用台语跟国语各念一遍。以斯拉记6章19节到22节。正月14日，皇掠归回的人手搬过节，祭司甲利未人当清气家己，因拢清气，搁为着受掠倒来的人，甲因的兄弟遐个祭司，也为家己抬搬过节的羊仔，对受掠倒来的以色列人，甲家己分别离开即所在的外邦人的有话，来归伫因，来找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拢食因，欢欢喜喜守除孝节。第7日久有7日久，因为耶和华互因欢喜，搁互亚述王的心挖倒转往因，来坚固因的手。做上帝殿的工，就是以色列的上帝。以斯拉记6章19到22节。正月14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他们全都洁净了。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羔羊，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并所有归属他们，除掉这地外邦人的污秽，寻求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人，都吃这羔羊。他们欢欢喜喜地守除酵节7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耶和华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去做上帝以色列上帝殿的工。圣经读到这，咱将时间交予牧师。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莫忘初衷。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主，我们要每天都要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主你的恩典。主，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服事当中，在各样的时刻，有的时候我们太看重自己所背负的十字架，我们太看重自己生活当中的重担，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我们这领受恩典、领受应许的这个身份，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十架、流宝血所洗净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啊，求主你保守带领我们在今天的以斯拉记的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重新回想起那起初的爱，让我们可以让已经放下的手、发酸的腿能够再次强健。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感恩节主日，那每年过完感恩节主日就进入了圣诞，也就是待降节期。教会的年历是以圣诞节期作为一整年的开始，也就是从述说耶稣救赎的事件开始。所以在下个礼拜我们就要进入待降节第一主日，也就是教会年历的开始。所以呢，回头来看感恩节，每年的感恩节主日也可以算是在教会年历里的最后一个节日。把感恩节放在一年的最后，不仅是要数算上帝的恩典，还必须检视我们的生命是否有被更新，是否有成长。意思就是，我们不能把恩典看得太肤浅，不能把恩典看得太过于狭隘，以为恩典就是那些外表上
的身体健康，或者是凡事兴盛。总要记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上帝让我们经历苦难，是为要使我们得以更深的信靠他，使我们能在基督的爱里修剪、拔除我们生命里那些不合神心意的部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些会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苦难，其实是更大、更刻骨铭心的恩典。因为苦难能淬炼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得以进入永生。在12使徒里的雅各，他在雅各书里面提醒说，你们遭受各种试炼时，都要认为是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但是要让忍耐发挥到最大的功用呢，要使我们又完全又完整，一无所缺。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忍耐到底。阿们。忍耐到底，终必得救。我们没有打好 pass 哈，这牧师蛮期待大家可以一起回答的。今天的经文记载，那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在经历种种的磨难后，他们总算可以完成圣殿重建的工程。为了迎接一个崭新的阶段，他们按着上帝在过去借着摩西所指示的，在正月14日度过他们在重建圣殿完工后的第一个逾越节。逾越节它是纪念上帝如何带领以色列脱离埃及法老的控制，从一个为奴、一个奴隶的身份，转变成一个自由的上帝的子民。逾越节也是上帝特别要求他的子民每年必须要守的节期之一，除了纪念，更是要提醒所有的上帝的子民，除了他以外，除了上帝以外，我们别无拯救。这群犹太人在欢庆逾越节的同时，他们回想他们当初是如何大发热心，从遥远的巴比伦多远？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大概换算成我们现在的公里数，约莫是1200公里到1500公里这样子的长度。他们从遥远的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他们也回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所碰到的搅扰跟逼迫。主要的困难有哪些呢？主要的困难有土地的取得。我们以现在来看，都更这么的困难，就可以想象他们当时代，他们土地的取得也非常的困难，还有族群认同的问题，再加上主要他们在那个时候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是隶属在波斯帝国辖下的一个省份。所以当时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在当地的已经是在当地我们讲说就地合法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是刻意滋生事端，他们意图要让他们这个工程被迫使他们停止。所以这群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为了避免引发更大的冲突，因为当他们引发冲突的时候，波斯帝国、波斯的官员就会去关注他们，然后就会介入。所以呢，因为这样子种种的困难，导致他们才刚开工不久，整个工程就被迫停摆。在那种动辄得救的现况，使得圣殿重建工程要再恢复，看起来实在是遥遥无期。他们的热情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被浇熄，他们转而关注自己的需要，他们也放大自己所面对的困难。重建圣殿这件事情就这么被搁置，甚至被遗忘。10几年过去，也将近20年了，没有人再提起。直到上帝差派先知哈该及撒迦利亚振臂疾呼，才又唤起他们重建圣殿的热情。若不是上帝介入，若不是有上帝的差遣，
人确实无法靠着自己去成就什么。这群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一旦忘记起初回应呼召的热情，他们一旦开始在各种问题上面找借口、找理由，一旦开始只关注于自己的生活，那么也就像我们在之前才读过的加拉太书，保罗在那里痛心疾首的，又很惊讶的对他们说：你们竟然这么快就离开那位借着基督之恩呼召你们的上帝，去随从另外一个福音。意思也就是说，你们竟然这么快就忘记起初的呼召，你们竟然这么快就不再渴慕真理，也不再向往自己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我们呢？在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过程，我们对上帝以及对人的热情是否也曾消失殆尽？或者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现在扪心自问，我们对上帝对人的热情是不是已经开始在降温了？甚至于可能内心在想，今天感恩节没办法，好吧，我就来一下，不然会被牧师、会被关怀部关注。那接着又是圣诞节，那么多活动，我如果不来一下，可能也会被团契会长一直在那边口，你哪没来？好吧，那感恩节过去，圣诞节过去，那就是我休息的时候了，我总算等到这一天了。我们的热情是不是，我们对上帝对人的热情是不是也常常在我们的算计里面？当我们如同那一群被掳归回重建圣殿的犹太人，热心回应上帝呼召，然后在诸多的服事当中碰到各种难题的时候，这些难题是否会让我们想要回头，想要放弃？这些难题要数算恩典，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不太到什么，但是要数算生活中的困难，往往大家都可以写得很多啊。想恩典的时候，可能要想下笔下很久，可是想问题的时候，可以马上写很多出来。难题包括什么呢？可能是生活上各种的状况，无论是经济上、工作上、感情上等等，还有同工之间的步调可能在配搭上不那么的协调，有人快，有人慢，有的人要左边，有的人要右边，还有自己本身尚未解决的生命状态，也就是说我们那些还走不出来的伤痛跟过往。还有什么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很关注他人对我怎么评价，而不是上帝怎么看我的愿意。最后还有可能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对自己期许过高，高过于上帝如何看我们，然后呢，这样子对自我的期许也会是压垮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种种这些难题，牧师其实从受洗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开始，牧师就都碰到过。有的时候这些问题、这些难题是单一出现，有的时候是复合式的交叠存在，总归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如此。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如此。这些苦难从我初信的开始就一直不断的在纠缠我，想要扯我后腿，想要控诉我，要我放弃，想要迫使我停下来啦，不用再努力了，不好啦。就在我觉得那个十字架，在我初信我还在母会的那一段时间，当我觉得这个十字架实在是太过沉重，沉重到一个地步，几乎要把我压垮的那个当下，
上帝差派他的一位使女，也就是牧师在母会的一位已经安息的老姐妹，提醒我：你不要这么心急啊，直美，你不要这么心急，慢慢来。你不要这么心急，慢慢来。意思是，不要凭着血气，总要凭着圣灵。我们所倚靠的不是血气，我们所倚靠的是圣灵。诗篇11篇第3节说：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呢？是啊，如果根基毁坏，我们所做的都是枉然啊。那根基又是什么？什么是根基？根基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根基就是我们对于上帝的信心。我们不是对自己有信心，我们是对上帝有信心。我们所倚靠的不是自己，我们所倚靠的是上帝。我们必须要跟着上帝走，而不是自以为可以成就什么，跑在上帝的面前。如果我们的服事无法造就我们的生命，无法催逼我们没有更多的渴慕，没有更多的读经、祷告跟装备，那我们要思考我们在服事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的另一面会让我们觉得我们不够，不是自己的能力不够，而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还不够深，我们还不够认识上帝，不够倚靠他。一个在复健，我们最近我们的圣歌队指挥若琳，大家都知道他在复健，他要穿一个那个铁衣，好，因为他整个脊椎开刀，他一定要穿铁衣。那个铁衣，我们就给他想象成是上帝。当我们在生命奔跑的过程，我们一定会累。我们要束腰啊，圣经也说我们要束腰，那个铁衣的道理也是一样。可是如果我们把那个铁衣丢一边，想说啊，可以啦，我差不多了，我可以自己站起来了。当我们只想着靠自己的时候，那就惨了。铁衣该穿的时候不穿，我们的脊椎又歪掉了。该束腰的时候不束腰，我们的腰杆子就出问题，我们的力量就消失殆尽。所以当我们服事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服事没有办法催逼我们有更多对上帝的渴慕，那我们要再思考一下我们在服事什么。如果我们的服事无法在圣灵的保守底下与自己的生命对话，我们怎么与我们的生命对话呢？我们要常常问自己，为什么碰到这个人我就一把火？为什么看到这件事我的心就非常的激动？为什么面对怎么样的状况我就灰心丧志？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反应？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情绪？我们要不断的在祷告里面跟上帝来对话。如果我们的服事无法拆除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毒瘤，如果我们的服事只剩下埋怨，只剩下骄傲，只剩下批评，只剩下委屈，那我们到底是在服事什么？如果我们的服事无法让我们时时查验何为上帝良善可喜悦的旨意，那我们又是在服事什么？在上个礼拜六，我们顺利完成了明年度的事工研讨会。会议一开始，牧师就用以赛亚书40章11节跟长职同工共勉。以赛亚书40章11节说，他要像牧人，就是指耶稣，他要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羔羊，抱在胸怀，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我们都是主的门徒，所以我们当然要学习耶稣的样式。既然耶稣都要把那一些小羊抱在胸怀，慢慢乳养，那更何况是我们呢？意思是重点希望
当时牧师是希望所有的长职同工能为着彼此调整一下节奏，该放慢脚步的时候就放慢脚步，因为我们要慢慢等待那一些瘦弱幼小的羊，跑得快的要等跑得慢的，健壮的要扶持弱小的。感谢主，圣灵的感动果然不只是在个人，也在群体，不只是感动牧师，也感动长职同工。在当天我们后续的施工研讨当中，就看见有某些团契还有各个事工部已经有在做调整，也就是我们要先以建造内部培养同工为主，也就是这个分量稍微多一点，并不是说我们都不对外，就是我们要更着重在这个部分。圣灵带领各个团契事工部走向合一，走向上帝的宣教，不是牧师的宣教，也不是建成的宣教，是上帝的宣教。意思是上帝带头，上帝介入，上帝做工，我们就是紧紧的跟在后面。之前在以西结书我们有读到，上帝的荣耀将重返圣殿，上帝的荣耀也必要从朝东的门照进来。朝东的门，不知道弟兄姐妹是否还记得，那朝东的门就是我们心里内心最软弱最渴慕上帝的那个地方。如今就是了，上帝的荣耀已经重返圣殿，上帝的荣耀也从那朝东之门照进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满有圣灵的力量，我们这圣灵的殿也被上帝一一的丈量过。因着我们的愿意，当上帝说我要差遣谁呢？谁愿意为我而去呢？当我们回应说愿意的时候，上帝就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才干，让我们得以服侍。目的是要借着服侍看见，不是看见服侍有怎样的果效，目的是要借着服侍操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又完全又完整，并且结出圣灵的果子。目的不是要为了看这个事工多么的好。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圣诞节嘛，各个团契都有表演。目的不是为了要看戏剧怎么样的演出，舞蹈跳得怎么样子的华丽，目的是要为着这一群在演戏的人、跳舞的人、准备活动的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渐渐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再回到犹太人的逾越节，在这一次的逾越节其中，他们回顾了上帝介入的几个重要的关键，就如同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曾经出现过许许多多的转折。上帝差派先知向那群已经停工很久的犹太人呼吁，就是为了要让他们重新燃起起初回应呼召的热情。于是这个停工将近快20年的圣殿重建工程又再度展开，前后就只花了5年的时间，圣殿就完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了。我们今天是禾堂礼拜嘛，我们就用华语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周报的后面，和合本2010版。我们一起来读，请。正月14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他们全都洁净了。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羔羊，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并所有归附他们除掉这地外邦人的污秽，寻求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人，都吃这羔羊。他们欢欢喜喜地守除酵节7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耶和华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去做上帝以色列上帝殿的工。
我们都知道所罗门有建造圣殿，这是从主日学大家都知道的。所罗门建造圣殿，那所罗门所建造的那个圣殿呢，我们称为第一圣殿。那是因为相对于这个被掳归回所重建的这个第二圣殿所说的，被掳归回重建的这个圣殿，我们称为第二圣殿。所以呢，所罗门建的那个我们就称为第一圣殿。这个第二圣殿的完工，象征一个新的里程碑的开始。怎么样呢？他们亲自经历上帝如何使他们已经放下的手得以再次举起。他们亲自经历见证上帝如何使枯骨复活，使他们重新找回起初回应呼召的热情，重新与那全能、那爱的源头重新连结。他们也亲眼看见那些所谓的敌对的势力，在22节我们刚才有提到了亚述王。或许大家会想说，他们不是被巴比伦接着又被波斯占领吗？为什么这边提到亚述王？这个亚述王其实就是一个统称，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敌对势力的统称。这群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亲眼看见那些敌对势力最终成为他们的帮助成为他们的助力，并不是说这个敌对势力突然好像就是那个转向了，不是的，那原本构成威胁的敌对者其实并未消失。这些敌对势力反而是这一群被掳归回的人，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因着那些敌对的势力怎么样，在经历重重的苦难后，他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茁壮，更加的坚定。我们的生命之所以能够成长，之所以能够坚定，难道不是因着苦难吗？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着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我们都要认为是大喜乐。开刀动手术是不是苦难？是苦难，但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坚定，更加的倚靠上帝。环境的难处永远不会过去。当我们化掉许多难处的时候，新的难处又都会跑出来。环境上的难处永远不会过去，甚至会与我们服事的分量成正比。所谓上帝动工，魔鬼也在动工。我们唯有单单信靠上帝，注目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羔羊耶稣基督，谦卑顺服圣灵的引领，不要冲得太快，跑在上帝的面前。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靠着刀枪兵马，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但当然我们也不要总是消灭圣灵的感动，拖队拖得太远，因为主耶稣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上行感恩。每年感恩节我们都会进行上行感恩，牧师要再来说明一次。今天我们的奉献会有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都是待会儿我们要进行的上行感恩。这个上行感恩是针对感恩节，针对未来过去这一年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的回应。然后呢，我们在唱完回应诗歌之后，我们还会有第2段的奉献。那一段奉献就是我们平常每一个主日所做的奉献。你可以11奉献、约定奉献，或者是其他修善奉献等等，你都可以在第2个阶段的奉献再来进行。那我们现在要进行的呢是上行感恩。在我们的周报里面有夹感恩奉献袋，如果你有预备，你可以把待会呢还有我们在我们座位前方的一个亚克力的盒子里有这个感恩卡，有一面是有图样的，
另外一面是空白的。那在我们的座位前方也有笔，好，也有笔，大家可以先把感恩卡拿着，把笔拿着。写完感恩卡之后，如果你也有准备感恩现金，你就把感恩卡跟感恩现金一起带到台前，走到台上。我们从你们的方向，从右边上台，从左边下去。如果不方便爬楼梯的弟兄姐妹，请不要勉强。我们下面也有设一个感恩奉献的区域。另外还有特别邀请，如果你有带你的孩子或者是孙子来，那如果他们在5楼主日学教室上课，当你写完感恩卡的时候，你就可以去5楼把他们带下来，一起大手牵小手，一家人一起来到台前，向上帝献上感恩。那现在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来回顾这一年来上帝放在我们身上的诸多恩典。弟兄姐妹，请不要写1年前以前的，我们每年都有很多恩典，你不要写5年前、10年前、20年前的，你就写今年，好不好？今年1年来上帝放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特别是那些让我们得以经历枯骨复活、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恩典。我们就用3分钟的时间来写，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想，不要急。
好，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阿爸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羔羊的血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得以称为你的儿女。不论我们这圣灵的殿是尚在建造中，还是处于修缮的过程，又或是处在一个等待修缮的阶段，主，我们愿我们这圣灵的殿能够时刻充满上帝的荣耀，能常常见证上帝枯骨复活的大能。愿我们这群主的羊得以在每时每刻都献上感恩，并且以发出仁爱的信心及行动来回应你的呼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咱来吟信诗，信诗201首，信诗201首，救主疼痛的声，信诗201，救主疼痛的声，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坐。即粒，咱要准备咱的心来做今仔日的奉献。
咱起立吟奉的诗歌。请坐，请咱掀开旧无来页，咱来看大岛的事项。教会以上宣传正信道，万民该做诗，咱着爱常常祈祷、服侍、彼此相听。第一，感谢主耶稣救赎的恩典。愿咱拢会通起条，伫起初回应主呼召的心志。愿主坚固咱的手所做的工。第二，请咱为着咱的机体，王兰、淑桂、德明、赖清光、银河、若琳、若雨伫坐月子，丽凤、以诺、雅娜、怡君、志坚、春枝、昭明以及运成。以轩、婉柔跟子瑜。第三，为着圣诞节期，每年度时间计划筹备甲开展，求主赐落智慧甲仁爱，互咱会当合一的心志来宣告。第四，请咱为着叶塞湖溢流区居民的安置重建，求主怜悯保守，为近期中国与日本的紧张关系，求主掌权。请咱同心来祈祷，也为着咱的需要来祈祷。亲爱的父神，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相信，在今天可安静的时候，我们献上感谢。主你悦纳我们所做的一切，不管得胜，主你都开心的接受。主看见一切，都在你手中，一切都是。医治、安慰，无所不在、无所毋知的特别上帝，你的疼是遐尼啊大，你稳准阮向你来祈求，你也会按照你好的旨意赐落稳定甲所需要的。今日大胆伫主你的面前向你来祈求，无论破病、忧愁的、孤单、欠缺。也是伫试炼中的兄弟姊妹，也是社会、国家、世界上所遭受的苦痛、战争、无奈，愿你和平的国度降临，赐落平安甲愿望。伫这愿欢喜的感恩节，愿献上感谢伫主你的面前，主你欢喜阮所献的，你欢喜阮的心所服侍的，愿主你带领。愿阮也彼此代祷，向上帝的祈求，愿上帝好的旨意，伫阮的祈祷中，一切荣耀拢归伫天的上帝。听阮祈祷的主，愿安尼祈祷，
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来看周报，发来报告。请咱伫周间的时，咧灵修的时阵，继续为咱的兄弟姊妹，为咱的大道所行来祈祷。请咱来看教会的消息。本主日是感恩节的主日，礼拜中进行上行感恩、献心献今，特别为1年来上帝看顾献上感恩。接续乃会进行一般性的奉献，我们刚刚有2次的奉献，请会众我们用敬虔的心来回应上帝。本主日爱餐，感谢弟兄姐妹供应美味，我们的秋萝菜晚住宿后，我们所日用的饮食。爱餐后，请进行圣诞的布置，详情放在团契的 LINE 群组，请所有弟兄姐妹留意配合。第3，我们来注意一下12月21日圣诞主日的活动项目。第一，9点半，我们圣诞赞美礼拜，我们是合堂，将举行圣诞节还有圣礼典的赞美礼拜。要受洗的，请跟牧师来报名。下午2点半的时候，我们有圣诞舞会，由各团契跟社区联合欢庆圣诞，请力邀我们福音的亲友来参加。第3，5点半的时候，我们有圣诞晚宴，有摸彩，我们在马来亚餐厅，欢迎同住家人及福音亲友一同参与。那我们才登记报名，额满截止。登记后向干事缴费，有占位置的每人是400块，还没有读国小的每人是200块。我们有接受报名。好，我们来看第4点，教会待定圣诞糕有2种款式，有大方盒子的每盒37元，有圣诞糕有3种口味，我们仔细看，每一盒22元。要订购的，请跟柜台英干事来。我们12月7日截止。第5，明年度新任或是续任会长，请于12月14日将明年度第1季，就是1月到3月的侍奉排班表跟聚会内容交给干事，我们来会诊要印制。好，肢体的报告，我们来看肢体消息。本主日下午3点半要举行故吴文崇长老家庭追思礼拜，地址在民生东路。我们也恭喜陈宇翔长老夫妇，他们得了一个男孩叫陈以来小朋友，愿主丰盛的恩典赏赐给这个小孩子，保守照顾他。再来，昨天下午呢，我们这里有举行婚礼，就是居维忠跟陈志军的女儿，她有送5个大喜饼给我们，我们等一下享用爱餐的时候就可以吃到。那奉献的部分，请我们自己看，如果有错误，我们请跟出纳或会计来订正。好，牧师补充一个哈，就是圣诞12月21号下午5点半圣诞晚宴那个，就是只有站位的才需要缴钱。好，这里就是指站位的，那你不站位，你的小孩子不站位就不用缴费。好，这样子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还有肢体消息，那个宇翔长老他们的孩子是陈以赖，好，他们讲以赖，好，以上。好。咱来念上营信息，上营509首，上营509首吟诗说，咱要来接受上帝的祝福，请起立。
愿主耶稣去到个问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夫妻甲感动，甲恁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必回。咱礼拜煞会当到1楼来享用今日大家所准备的1人1道拿手菜。